长这边祝各位同学一路平安，然后表达。突然觉得压力很大哎，突然觉得压力好大哦。玉里高中赞不赞？赞！第一名。请问主任有没有信心？超级有，绝对第一名！这是我第2次比全国赛，第2次比赛会不会紧张？还是会很紧张。有没有信心？有，有没有信心？有，很有信心。脸好大。来，主任，快问快答，你对我们有信心吗？2个大拇指，双脚。第一名，好，特优，一定。你对我们有信心吗？有哦，加油，特优哈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们要出力，好的，全力跳。好的，我把你拍得很美。快问快答，对我们有信心吗？有，你们已经第1名了。校长，快问快答，哎，你对我们有信心吗？有，绝对有，好的100%有信心。好的顺利，拜拜。我们没有赢，我们不回来。以上就是无止境的7个小时的车程。我们现在要出发前往玉里火车站，由我们的学务处严干事妈妈萨阿布担任我们的。阿都才8分。好，来看到国立玉里高中原住民实验班代表花莲县参加教育部113学年度全国学生舞蹈比赛，3月6号在嘉义市进行了总决赛。那么玉里高中呢，是以精湛的武艺以及深厚的文化内涵，赢得了评审团的一致肯定，荣获了优等奖。学生穿着传统服饰，伴随着悠扬的舞曲，充满力量与情感的舞姿，透过融合传统与现代舞蹈的演绎，传递对部落耆老教诲勉励的叮咛致敬，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尊重。玉里高中这一次获奖舞马是以西与土在我们的气息之间为题，灵感是来自部落耆老的话。我们玉里高中比较多是在地的阿美族跟布农族的学生，那我就用这2个族群的意象，迁移的意象，然后以及我们当代呼吸的意象来呈现说，即便现在的环境跟以前不一样，但我们是用现在的方式活出当年祖先那份勇敢的气息。国立玉里高中原住民实验班代表花莲县参加教育部113学年度全国学生舞蹈比赛，在嘉义市进行总决赛。有来自全国各地优秀高中队伍齐聚一堂，展现原住民丰富文化与多元性，在一场以武会友。我觉得很开心，也很有成就感，因为我们不止假日有练习，我们有每天排练。我们这次比赛，比得很好，就大家都有在努力。为了这次比赛，学生们付出了许多的时间跟精力，不断练习和精进舞技，以及对自我文化的热情与执着，是这一次获奖的关键。记者高双双、张明泰、玉正采访报道。